各位大家好，今日我要介紹嘅係稀土家族中極具戰略價值嘅元素鈽，化學符號 Pr， 原子族數為59。本次匯報從4個維度展開。第一個係鈽及其化學物，多角度立體介紹。鈽，普通話讀作璞，和普通嘅普同音，作為南系稀土嘅重要人員，佢雖然小眾，卻在現代工業和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替代嘅角色。首先嚟睇下鈽嘅基礎特徵，佢係一種銀白色嘅柔軟金屬，延展性好好，常溫下質地會偏軟，溫度性高後硬度會大幅下降。鈽嘅化學性質也十分活潑，暴露在空氣中，表面會快速形成一層獨特嘅綠色氧化薄膜，這也是它標誌性嘅特徵。它能與水酸以及鹵素發生反應，高溫下還能快速燃燒，性質十分活躍。從分佈來講，鈽主要蘊藏喺獨居石窟炭貝港中，我國內蒙古兩廣地區以及澳洲、美國都是佢嘅主要產地。雖然屬於稀土，但佢嘅地殼含量並不算稀少，只是提煉難度較高。而鈽嘅發現故事與使用歷史，鈽嘅發現長住一個有趣嘅科學故事。早在19世紀初，科學家曾經把鈽和鋁混在一起，當作一種叫鋁鈽嘅單一元素。直到1885年，奧地利化學家威爾斯巴赤通過光譜分析，才成功將兩者拆分。根據鈽鹽嘅綠色特徵，給它取名為鈽，意為綠色雙胞胎。直到1931年，高純度嘅鈽金屬才被製備出來，正式開啟了佢嘅應用之路。而鈽嘅價值很大程度呈現在化學物上，其中最核心嘅就是氧化鈽，佢係玻璃、着色、銜接護目鏡嘅關鍵原料，能有效過濾有害光線。此外，鈽嘅老化物硝酸鹽還廣泛用於至今催化等工業領域，是工業生產中嘅重要助劑。而鈽嘅有趣性質與存在風險，鈽有着十分鮮明嘅特質，它堪稱磁性能強化劑和鐵鈿製成嘅鈿鐵鈿用磁體，磁性極強，是新能源汽車高端精密嘅核心材料，同時它也是光學玻璃魔術師，加入玻璃後能讓玻璃呈現純黃色，還能過濾特定光線，造成我們常見嘅銜接護目鏡、光學目鏡。在應用上，小到打火機、石油、眼鏡鏡片，大到航空航天、合金、新能源、汽車、風電設備都離不開它，但不過也要注意長期接觸會刺激皮膚、呼吸道。開採提煉也需注重生態保護，避免環境污染。總而言之，鈽係一種看似小眾卻至關重要嘅戰略稀土元素，佢支撐着高端製造、新能源產業嘅發展，係科技進步與工業升級嘅關鍵材料。這就是稀土元素鈽，低調卻不可或缺。感謝大家嘅聆聽。